20年暗無天日嘅牢獄生活，重生之後高智商對決，睇佢點樣絕境反殺，闖出深淵。敬請收聽《深淵之海》第4集。安小海有啲想笑，但係佢忍住咗，因為而家唔係笑嘅時候。經歷咗20幾年嘅牢獄生涯，安小海再清楚不過，呢個只係一種審訊技巧。如果換作另外一世，安小海會驚慌失措，極力撇清自己同劉俊事件嘅關係。嗱，呢個呢就正中咗對方嘅圈套。如果咁樣回答，劉聰第二個問題就會問：當時你昏迷咗㗎，點會知道監房裏邊發生咗咩事？呢一次，安小海嘅情緒甚至乎冇啲多嘅波瀾，佢嘅語氣出奇咁平靜。我係自己跌親嘅。果然，劉聰聽到呢個回答，眉頭大皺。我問嘅唔係你自己嘅事，係劉俊嘅事。劉俊咩事啊？我同佢唔熟，佢做咗咩都同我無關。劉聰同埋孫麗對望咗眼，兩個人都能夠清晰感覺到對方眼神當中嘅疑惑同埋不解。你唔知道劉俊發生咗咩事？安小海擰擰頭，報告唔知道。你睇下，我呢一跌得都幾嚴重嘅。當時就昏迷咗，連係點樣過嚟嘅我都唔知道，又點會知道其他人嘅事呢？安小海，我勸你老實一啲，跌得下點能夠將你跌成咁啊？你當大家都傻噶？呢幾句說話對安小海仍然起唔到半點作用。佢繼續講啦：報告，我確實係自己跌嘅，至於點解跌到咁嚴重，我都唔知道，或者因為伙食唔係幾好，缺鈣啊？呢？孫麗即時俾佢頂到噎都冇頂噎。劉聰一字一句咁喺度講：我哋嘅伙食都嚴格按照住政府嘅標準嚟配給嘅。你如果有啲咩唔滿意嘅話，可以提。但係呢一次我哋過嚟係為咗了解劉俊嘅事。你如果知道啲咩嘅話，一定要老老實實講出嚟。老實講出嚟可以算你立功。等我哋自己查出嚟嘅話，就冇呢種好事噶啦。我確實唔知道劉俊做咗啲咩。我同佢唔係好熟。劉聰仍然好唔甘心，佢繼續講啦：咁好啦，你仲有幾日時間嘅，考慮清楚，隨時揾我。劉聰顯然有啲唔甘心，但係對安小海一啲辦法都冇。醫生嘅報告佢哋已經睇過，安小海唔單止斷咗2條肋骨，右手手骨亦都骨折。喺呢種情況底下，你話係佢吉傷劉俊，確實真係有啲匪夷所思。同監舍嘅幾個人，劉聰佢哋亦都反覆盤問過，所有人都只係咬死唔係自己做嘅，同時都講唔知邊個做。嫌疑最大嘅當然仲係安小海，因為劉俊打斷咗安小海2條肋骨。呢一點劉俊自己亦都交代咗。劉俊講佢揼咗安小海一身，然後將佢掉咗喺廁所旁邊。如果講動機，安小海嘅動機就最大。但係安小海嘅身體狀況又唔支持佢做出呢種行為，唔通佢吉傷咗劉俊之後，再整斷咗自己隻手？劉聰亦都諗過呢個問題，但係最後仲係否定咗呢個猜測，因為咁樣太過於狠毒，已經超出咗正常人嘅範圍。劉聰詳細了解過安小海，而且非常為佢感到惋惜。一個國防科大嘅高材生，就因為失手殺咗人，就落到今日咁嘅田地，呢一世算係毀咗，確實令人惋惜。從安小海入獄之後呢1-2日嘅表現嚟睇，佢唔似係嗰種咁狠心嘅人。劉聰發現自己面對安小海嘅時候，好難做到心靜如水，對安小海甚至乎仲有一絲絲嘅愧疚。畢竟佢喺監獄當中俾人打成咁，劉聰認為自己亦都負一定嘅責任。好啦。我哋今日就傾到呢度，你自己慢慢考慮，諗到咩隨時過嚟揾我，有咩困難同埋問題，亦都可以過嚟揾我，明白？劉聰見問唔出咩情況，企起身準備走。安小海岌岌頭，報告，明白，多謝晒。佢面上面始終保持住淡淡嘅微笑。劉聰擰轉身離開，孫麗望咗安小海一眼，粒聲唔出，亦都跟咗上去。快要到門口嘅時候，劉聰又擰翻轉頭，係啦，
你阿媽同埋一個姓林嘅女學生申請過嚟探監，你願唔願意見啊？報告，願意。不過我只係想見林璇兒，暫時唔想見我阿媽。請你轉告我阿媽，我而家心情唔係幾好，請佢1個月之後再過嚟探我。你係驚佢見到你而家咁嘅樣？係啊，我唔想佢再傷心，佢已經夠晒傷心噶啦。你唔想俾你阿媽咁傷心，就唔應該嚟到呢度。劉聰稍微有啲激動，但係好快脆，佢又壓制住自己。好啦，我會同你轉告佢。講完之後，佢同孫儷2個人就離開咗。安小海深深呼咗啖氣，第2關算係暫時通過。咁接住落嚟應該點樣做呢？安小海再次眯埋雙眼，佢大腦飛速運轉，想減刑或者逃脫法律嘅制裁幾乎就冇可能。喺另一世，安小海一家包括佢2個由細玩大最好嘅朋友，最後都落得淒慘嘅下場。呢個絕對唔係命運造成，呢個背後一定有一隻見唔到嘅大手喺度操控住一切。係邊個想要害我呢？答案好似並唔難揾，多數就係同俾安小海失手捅死嘅嗰個人有關。不過安小海想喺而家呢種情況底下揾到答案，實在太難，只有等出去之後先有可能。安小海面沉如水，相對於佢哋嚟講，對方嘅能量實在太大，如果唔係，冇可能完成一切。我點先能夠出到去呢？有咁一雙強大到可怕嘅眼喺背後及實，安小海想要翻案幾乎就冇可能。唔通要老老實實坐完呢10年？唔得，肯定唔得。既然對方嘅能量咁龐大，安小海想要平平安安服完10年嘅刑期，同樣亦都只係一種奢望。喺另外一世，安小海已經卑微到咗塵埃，但係喺或明或暗當中，迫害就從嚟未間斷過，以至於佢喺呢種暗無天日嘅監牢當中，整整度過咗20年嘅時光。對方點解一定要對我趕盡殺絕呢？呢個其中一定隱藏住乜嘢我唔知道嘅秘密。佢深吸咗啖氣，強迫自己唔再回憶嗰場意外嘅細節。而家諗呢啲亦都冇用，當務之急係擺脫眼下嘅困境。以安小海嘅傷勢嚟睇，佢仲能夠喺醫護室嗰度住10零日。咁10日之後呢？佢就要再次翻返到監房當中。劉俊肯定翻唔到嚟，但係嗰度仲有一個吳觀海。劉俊對佢針對真係有啲莫名其妙。呢個背後一定有人指使，而呢個監房當中真正嘅大佬就係吳觀海，所以佢嘅對頭人揾到嘅好可能就係吳觀海。如果唔係，吳觀海冇可能為劉俊提供兇器，更加冇可能喺事後仲承認嗰啲牙刷係佢嘅。呢一點真係好重要。牙刷係吳觀海嘅防身之物，大不了就係一個私藏利器嘅罪名，加唔到幾長時間嘅刑期。咁樣一嚟，劉俊捅傷安小海就只係一個意外。如果牙刷係劉俊嘅話，咁佢呢個罪過就太大啦。過失激情傷人同埋預謀嘅迫害量刑標準完全唔一樣，所以劉俊係喺吳觀海嘅指使底下咁樣做，呢個可能性非常大。既然對方甘願冒咁大嘅風險落手，咁佢哋一定冇理由停止。劉俊而家衰咗，咁係佢自己嘅問題，而吳觀海好有可能仍然唔會收手。只有千日做賊，點可能千日防賊嘅呢？安小海好明白，如果唔解決吳觀海呢個隱患，佢自己遲早都再次跌落到無盡嘅深淵當中。本集播講完畢，歡迎大家到微博 KK 金剛故事留言反饋，我哋下集再講。